好来，乡亲啊，后礼拜二七夕情人节，会当到台北的大稻埕来感受一个情人节的气氛。这个大稻埕就提早伫这个礼拜六放烟火480秒，当讲有交通的管制，若有要去就要挂喙暗。向昨天挥挥手。8分钟长的烟火，和七夕情人节足浪漫的。若是伫天顶看到烟火有爱心的模样，8月22开始的大稻埕烟火秀，迄天阴暗时8点20分会看到2020爱你爱你，尾暗仔开始会有真歌演唱。除了音乐，还有美景好料，码头425的店面会推出一个烟火秀景观座位。虽然讲介绍比平常时搁较贵，但是足侪人问的。期待啊，人潮带来钱潮。欣赏烟火，别忘了选对风向，站在上风处就可以毫无遮蔽的欣赏到美丽的烟火。但如果是在下风处，烟火可能就会被烟雾给阻挡。国内疫情无遐尼严重，才有机会当欣赏到烟火的美景。但是8月22迄天，对透早6点开始分阶段管制车辆，还阁有人潮。提早出门会当坐公共运输去大稻埕码头，这可能嘛是一个选择，会当考虑看卖咧。